22号上午，教务委员会伫咧昆山科技大学举办全球杰出交心校友的表扬典礼，并由音乐创作人李正凡老师带着伴唱团做伙为典礼来扭开序幕。这摆典礼总共有表扬13位得奖者，除了广达电脑副董事长梁次正，阁有恒春基督教病院院长黄建荣亲身到场以外，其他11位得奖者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拢透过线顶的方式来接受表扬。成为国家永续发展的最重要工作。我国侨生政策实施超过70年，培育超过16万毕业侨生校友，在全球各个领域贡献当地社会，发光发热。本年首次举办全球杰出侨生校友选拔，期盼继续发掘及累积全球杰出侨生校友的事迹，让杰出人才培育工作传承壮大。我们所有的留台校友，不管是毕业之后学成回到原居国，贡献当地的社会，以及成为我们海外台商企业的重要生力军，或是留在台湾继续发挥所长，一展长学，都是非常好的生涯规划。台湾的侨生政策实施多年来，也培育了许多的留台校友。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欢迎海外青年朋友来台湾升学，也留在台湾就业。台湾的侨生政策实施将近70年，栽培超过16万的侨生毕业校友。这摆杰出侨生选拔全球超过50位参加，最后选出13位接受表扬，并透过昆山科技大学帮每一位得奖者来翕专访的影片。研发一流的产品，成为一流的事业，这个是我对祖国、对台湾的一个最感谢的地方，也是我成为一个侨生，能够到台湾来读书，然后发展事业，是给我很大的机会。那我一直都以身为侨生为荣耀。站在这个台上，我心里面是很兴奋，也很感激。我想，如果没有中华民国政府，没有侨委会，没有教育部，没有接受我念书的大学，今天没有今天的我，怀着一股感谢的心情、感恩的心情，我在这里实在是非常激动。杰出的侨生校友因嘛拢分别对台湾表达感谢，感谢因会当伫少年的时阵转来到祖国接受好的教育，透过栽培，互因会当有成功的一天，会当来帮助经济人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